大肠猪肉片的事件好像侪饲猪的农民是真烦恼，讲会去影响到猪肉的价销。云林肉品市场是表示讲，昨猪肉拍卖价销1公斤是90块，价销是真稳定。农业部是表示讲过年猪肉需要的量有增加，提供量嘛有够所以今年过年的价销应该是袂有上大的变动。一透早来到传统市场，有真侪消费者无用咧拣猪肉，准备买回去传过年的料理。听到最近大肠猪肉片互人验出300斤的事件，消费者讲只要找固定的肉想买都袂烦恼。有猪肉贩仔也表示，年节要到，有袂少人拢来交关。我食这道拢袂烦恼。安怎讲嘿？我就信用他，较侪人一定爱较侪。过年到啊，加买。厝里的囡仔转来，爱买啦。买气要增加几成？少2成有啦，较少。不过，猪农挂路，最近大肠猪肉互人验出300斤的事件，恐惊会影响到猪肉的价销。针对这件代志，云林肉品市场是表示，采购云林市场供应3400多只猪，平均价销也阁算稳定，大公斤大约90块左右。今年这个原物料整个上涨，还有我们养猪头数可能占头数有下降，所以我们工序有变少，所以平均价格有拉高3到5块左右，但是相对来讲还是算稳定的。春节到了，其实我们在猪肉方面，我们有都增加了2成以上的供应量，每天增加2成以上的供应量。目前为止看起来还好。农业部表示，最近猪肉的价销维持伫10公斤90块，也阁算稳定。佮加上过年前猪肉的量准备有够，有过年节猪肉价销袂有上大的变动。不过后续敢会因为300斤的事件受影响，也阁爱观察。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。